We are the 小福 We are the 小福 Mighty Mighty 小福 Mighty Mighty 小福小福。小福聯盟成立於2001年，由香港理工大學領袖訓練課程青雲路計劃嘅導師張石豪博士所創立，以培養課程畢業生持續學習嘅精神。我哋本着多欣賞、少批評、常感恩、傳播愛嘅宗旨，以實踐生命燃點生命嘅理念，去創造一個有愛和平嘅世界。2001年，小福成立。2002年組成中福，2005年註冊成為本港合法社團，2008年建立全新架構，小福聯盟由執行委員會及5個部門組成，2010年註冊成為慈善機構，2011年小福聯盟成立10週年。當初跟你備課成為戰友，到下課亦要牽手，中年幼學會傷春悲秋，到大個為了要奮鬥，把記憶留在千秋，有煩惱學會了笑笑口。彼此看着變高，世間旅途，我們曾以心聲跳舞，如此關係像光跟影，日後未必找得到。過去逛盡千里路，我們還有很多理想，陪我長大，互相修補。好多謝張世豪博士創立咗小福聯盟，令一班青少年可以發光發亮，貢獻社會。更加感謝在座嘅每一位對小福呢個家嘅支持同愛。失戀的你定會共我分憂，心縱使留下傷口，我和你仍能往遠處走。彼此看着變高，世間旅途，我們曾以心聲跳舞，如此關係像光跟影，日後未必找得到。過去逛盡千里路，我們還有很多理想，陪我長大，互相修補，分享每段路。Let's take the ride。 長年維繫要好，沒有生疏卻步，情懷形像赤子，得你會做到。彼此看着變高，世間旅途，我們曾以心聲跳舞，如此關係像光跟影，日後未必找得到。過去逛盡千里路，我們還有很多理想，陪我長大，互相修補，分享每段路。Let's take the ride。勝或輸，但是我樂於用自己的觸覺架構思，命運我未知，仍然來嘗試，先知得知失意。我有一個理想世界，
我有一套自創見解，要任何事情做到最好感覺。誰界若到達最高的境界，處境怎好與怎壞，我總可理解。仍然維持狀態，若到達最高的境界，望知天空這麼大，成敗沒介懷，能夠躍進自由地帶。我有一個理想世界，我有一套自創見解，要任何事情做到最好感覺。誰界若到達最高的境界，處境怎好與怎壞，我總可理解，仍然維持狀態。10年以嚟，我哋見證住小福們一日一日咁成長，呢個家一日一日咁強大，燃點更多嘅人，付出更多嘅愛。我哋相信呢一份力量將會繼續燃點，呢一份愛將會繼續傳揚。一切都源於一份信念，一份堅持，一份愛。